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竟敢挟持朝廷命官！我们手里这把刀，孙大人不会不认的。是锦衣卫。大人所言极是，在下就是锦衣卫。好大的胆子！就算你们是锦衣卫的人，可本官所作所为未触国法，你们敢对老夫如何？孙大人若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那为何不光明正大的走大道，反而走这种偏僻的小巷呢？怎么，孙大人无话可说了吧？你怀里藏的是什么？让我们也开开眼。放肆！我乃朝廷命官，你敢？你放肆！快交出来！大胆！你们，放肆！放肆！把东西还给我！你的！孙大人，这么简单的一包东西，包得这么仔细，好像是吃的。想必孙大人是要送给什么重要的人物吧？休得无礼！把东西还给我！给我！孙伯宇，我们早已打探清楚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大逆不道，私自带着违禁物品进宫毒害皇上，还说没有触犯国法。没有，我没有。有没有？去跟阎王爷说吧。什么人敢阻拦锦衣卫执法？执法！锦衣卫丧尽天良，灭绝人性。今日有本姑娘在，你们休想得逞！找死！我看你是活腻了。陆青爷，没关系，你别怕。哎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没事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杜姐姐，你受伤了？我一点小伤，不碍事的。哎，我先过去看看那位大人。这位大人，您没事吧？多谢大侠相救。本官与大侠素未谋面，大侠却为了救本官，甘冒如此风险。还请大侠受本官一拜。哎，万万不可！大人乃朝廷命官，我乃一介草民，怎能受此大拜？再说锦衣卫向来杀人无数，残害忠良，我又岂能见死不救呢？怎么，你受伤了？要不先随本官回府，要找大夫给恩人疗伤。区区小伤，没什么要紧的。大人，请您自行保重，在下告辞了。恩人好走。告辞。告辞。阿弟，没事了吧？没事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嗯。大师兄，啊，你在这儿啊？没打扰你吧？啊，当然没有。啊，请坐吧。啊。哦，对了，师傅和我说罚你3个月不能用剑，你可千万不能怪他。师傅看待我们就像看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用意的。放心吧，大师兄，不开心的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。不过说起来，我们都很羡慕你。羡慕我？羡慕我什么呀？当年你的剑法得到师傅的真传，纵横天下，独步武林。后来你又官拜神机营的千户大人，还当上了权倾朝野的9000岁的干儿子，何等风光！
如今，你又回到折剑山庄，师傅依然对你关爱有加。师弟们常说，这折剑山庄庄主的位置，以后肯定会传给你。这么多的好事都加在你一个人的身上，你说，我们能不羡慕你吗？可是你不觉得我很可怜吗？可怜？你觉得自己很可怜吗？不是吗？你刚才说的什么神机营的千户大人，还有什么9000岁的干儿子，我都不记得了。要不是仁院老师告诉我叫叶红影，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不觉得自己很可怜吗？还有，你刚刚说师傅会把庄主的位置传给我，我想都没敢想。大师兄说笑了，这种事情你有什么不敢想的？鸟人，鸟人，鸟人，哎，老大，在哪儿呢？这儿。哎呀，干什么你啊？我觉得你头在这边跟我说话比较方便。啊，那我一会儿怎么办啊？一会儿我再给你弄回来。那你能不能给他放到中间啊？一会儿再说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得倒霉的师傅，他说想试试我的经脉有没有打通，顺便帮他把那个什么破盒子放到大厅的牌匾后面，结果我飞起来了，落不下来了。他不让我撞树，也不让我撞墙，一巴掌把我呼下来了。马壮士，你说的盒子是什么盒子啊？哎，这事儿我不能告诉你，我跟你师傅说好了的，绝对不能跟别人说。再说我这人口风很紧，哎，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，我就更不能说。信？什么信？这个我真不能告诉你，因为上面写的字我实在不认识。我说，你能让他还回那边去？好，我试试啊。1、2，好点吗？我怎么觉得还不如刚才了呢？啊？鞋子。老大，外面风大，进屋弄吧啊。师傅在大厅匾额的后面藏了一个锦盒，难道那里面藏着什么秘密？7兵9000岁，派出去收拾孙伯瑜的那2个人，他们都死了。统统厚葬。是。7兵9000岁，需不需要卑职？本座该怎么做，用得着你来教吗？卑职不敢。还不赶紧退下！遵旨。皇城脚下居然出了这种事情，看来人心叵测呀。今后本座更要小心提防了。绑紧点儿，紧了才能止血，这样松的没用。哎呀，冬青姐，不能再使劲儿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个人手脚没轻没重的，再使劲儿，胳膊都快断了。我看这样不行，我们还是去找个医馆看看吧。那可不行，你看咱们身上的这身打扮，万一出去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再说，咱们现在在京城，一切啊，都必须小心谨慎。那你的伤怎么办呢？没关系的，一会儿你去药铺帮我抓些草药就可以了。说我傻，我看你比我更傻。以前你总是说我，但是现在你为了救这个当官的，你连胳膊都不要了。你说你跟他非亲非故的，值得吗？值得，我相信他肯定是个好官。哎呀，你管他是个好官坏官的，咱们当老百姓的，有饭吃，有衣服穿，不就行了吗？这天底下的事情啊，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从小我爹就告诉我，如果这个世上能多几个好官，那老百姓就可以过上好日子。如果不幸遭遇奸臣当道，那老百姓可就要跟着遭殃了。我爹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遭到奸臣陷害。所以，当我看到那些好官遭遇麻烦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我爹。所以是个好官，你就要去救，对吗？不，我不只要救好官，
我还要救所有的老百姓。冬青姐，你说的这些我不太明白，不过我真的很佩服你。丹丹乖，先自己玩，等爹写完这些字再陪你玩，好不好？我不管，我不管，爹，我现在就要你陪我玩。丹丹不乖了是吧？那爹问你，想不想吃大苹果？大苹果，好啊，好啊。那丹丹想想，如果爹陪丹丹玩的话，就不能做生意了。不做生意，咱们哪有钱给丹丹买大苹果啊？那好吧，我自己玩。那爹赶紧做生意，赚好多好多钱，回家买好多好多大苹果，回去和娘一块儿吃。哎，丹丹这才乖啊！去吧，自己玩吧。冬青姐，实在不行就歇会儿吧。没事。要不然前面找家医馆，我扶你去看看。丹丹，危险！怎么样，小妹妹？丹丹，没事吧？啊？没事，是这位叔叔救了我。多谢。兄台，你的手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想趁机占便宜啊？不，你误会了。还读书人呢？你知不知道男女那个什么不亲啊？是男女授受不亲，可是这位相公，莫非二位是女扮男装？得罪。哎，行了，赶快告诉我们这附近最近的医馆在哪儿啊？哦，这位姑娘，我们家娘子略通医术，要不然先带这位相公，先带这位姑娘到我家去吧。免死铁券，骑兵9000岁，厉公公吩咐卑职，交回这2面免死铁券，并向9000岁禀报，叶红影和老贼顾县城的孙子正在折剑山庄。那他为什么不向京城禀明？为何杀死潘如真的原因？难道他真的起了反叛之心吗？骑兵9000岁，叶千户为何不返京城？其中原因，厉公公并未告知卑职。传下话去，无论死活，速把叶红影送回京城。本座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慢。9000岁，我儿方宗是不是也到东山县了？骑兵9000岁，大小姐确实已经到了东山县，目前正由厉公公好生伺候着呢。岂有此理！厉飞鸾为何不将我儿方宗速送回京城？难道他把本座的命令当成了耳旁风吗？这事卑职也听说了，厉公公的确是打算护送大小姐回京的，可是大小姐却坚持要留在东山县，并表示要协助厉公公生擒叶红影，找到勾老贼官印的下落。混账！战天云这个老匹夫，不但老谋深算，而且手中还剩有1面先皇留下来的免死铁券。叶红影和顾县城的孙子逃到了折剑山庄，想要将他们生擒活捉，谈何容易！立刻传话厉飞鸾，将方宗速送回京城。
回来了。雨莲，今天丹丹有没有淘气呀？娘，你快救救那位大姐姐吧！是啊，雨莲，那位姑娘受了伤，你快给她看看吧。墨竹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轻易惹麻烦吗？怎么还带陌生人回来？我……算了，不想救就算了，我们自己找大夫去。龙静姐，我们走。哎，二位请等等。雨莲，二位姑娘不是外人，是我们丹丹的救命恩人，我们岂有见死不救之理啊？娘，我刚才从树上掉下来，是大姐姐救了我，你就救救她吧。好吧，我们回家再说吧。大小姐，你不能离开这里。你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居然敢拦着本小姐！再不让开，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哎呀，大小姐，何苦为难这些下人呢？立刻护送您回京，这可是9000岁的旨意，谁敢违抗啊？没人敢，我敢。我知道我叔叔为什么让我回京，不就是要我进宫吗？我告诉你们，除非我死了，要不然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都给我让开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大小姐，您何苦为难在下呢？好，你们不让是不是？你们不让，我就打出去，看你们谁能拦得住我。放手，不许伤害大小姐。怎么办，公公？立刻飞鸽传书给9000岁，就说大小姐打伤侍卫逃跑，我们想拦，没拦住。可是长公，要是不把大小姐追回来，只怕9000岁怪罪啊。你们只管照我的话去办就行了。是。哼哼，魏忠贤年岁已高，这9000岁的麒麟宝座也该换人坐坐了。如今这魏方宗对魏忠贤已起了异心，要是运用得当，他将不失为一把扳倒魏忠贤最锋利的武器。哎呀，久旱逢甘露，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。听初更，鼓正敲，心儿懊恼。想当初开夜宴，何等奢豪！晋阳高真美酒，笙歌多噪。如今，老大，哪有鬼啊？鬼在哪儿？就在我眼前。你眼前是我，没有鬼啊！就是你，出来吓人干什么不睡觉？吓死我了！我不是故意吓您的，任月老师告诉我，叫我多读书，才能做个有用的人。他教我这首《桂枝儿》，我怕忘了，所以出来复习复习。耽误我多少事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老大，那儿有一个人。哪儿？刚跑过去啊？没不会看见。我不会看错，我跟上去看看。你通知师傅啊。哦。这个匾额后面到底藏着一个什么样的秘密？哎，你想干什么？哎呦！哎，我来了，抓住我！大侠哥，将其拿下！可恶，我非要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。二师弟，二师兄啊！姚北，姚北，怎么会是你啊？啊，马壮士，
时候不早了，你先回房间休息吧。颖儿，在。告诉所有的师兄弟，明天早上在大厅等我，我有话跟大家说。是，师傅。伤口不是已经包扎好了吗？怎么还在发烧呢？放心吧，姑娘。虽然我家娘子只是略懂医术，不过治疗这皮外伤，绝对比从市集里请来的大夫要强得多。大姐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村子里的人，不管是扭了脚脖子，还是给狗咬了，都是来找我娘医的。可是她的烧怎么退不了呢？这位姑娘不会有事的，我去给她煎贴草药，补补元气，很快她就会醒的。我知道，你们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想知道，藏在牌匾后面那个锦盒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其实，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神秘。锦盒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秘密，只是一封简单的文书。既然是这样，爹，那您就把信里的内容告诉大家啊，省得大家在这猜来猜去的。本来我打算等时机成熟了，再告诉你们这个事情。可是昨晚发生了这种事情，我也不打算再有什么隐瞒了。这阵子，我发现我真的老了。我想把折剑山庄庄主的位子传给你们其中的一个人。这个人选的名字，已经清清楚楚写在那份文书上。师傅一定准备把庄主的位置传给大师兄。你们不用猜了，也不用跟我暗示什么。人选我已经定了，我打算下个月在我60大寿的时候，当众向大家公开。这件事情你们早晚会知道。只是在这段日子里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人私自打开锦盒偷看里面的内容。还有，就算我心中的人选传给某一位，但我还是会观察。如果这个人选不合适当这个庄主，我会立刻撤换人选。师傅的意思是，庄主的人选会随时撤换。那到底谁才能稳稳坐上庄主呢？好了，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是，师傅。耀北，你留下。师傅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昨天晚上是什么动机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你跟你的师弟在我心中都是一样的。手背是肉，手心也是肉。我真的很怕，我怕我看错了人。我不希望再有昨天晚上的事发生，否则，就算你成了我的女婿，折剑山庄庄主的位置一样不会给你。希望你记住为师的每一句话。二师兄，你以后别再惹爹生气了。你也知道爹的脾气，你要是再犯错，他也许真的会……他一定会把位置传给大师兄的。其实，说不说都一样。你心里，我心里，大家心里都是一样的。师父一定会把位置传给大师兄的。我做的再好又能怎么样？因为师父的心里，只有大师兄叶红影，根本没有我江有为。季玉莲，明天我已安排好，会事先撤走守卫在御花园4周的殿前侍卫。你抓住机会，诛杀昏君，不得有误。是，公公。来人呐，把外卿给朕叫来，让他看看朕的这把太师椅做得如何。遵旨。啊！酋长！受死！
姑娘。姑娘，得罪了啊！雨莲，雨莲，雨莲，想什么呢？没有，我没想什么。还说没有？那为什么总是心神不宁呢？墨竹，你别瞎猜。我没有瞎猜，我看得出来。自从我和丹丹把那2位姑娘带回来，你就好像变得心事重重。我没有。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我真的没有。你我做夫妻已经快10年了，我什么时候有事瞒过你？可是这10年来，我觉得我真的很不了解你。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娘家在哪儿，你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墨竹，只要你真心待我，就别管我从哪儿来，好吗？我只要你知道，我对你、对丹丹都是一心一意的。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、伤害丹丹、伤害我们的家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些？今天你救回来的那个女的来路不明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我担心我们现在这种平静的生活就快要到头了。这怎么会呢？2位姑娘看起来不像是坏人，而且她们还救了丹丹。人心隔肚皮，总之是不是坏人，不是用眼睛就能看得见的。总之，只要那姑娘一醒来，他们就必须马上离开。可是雨莲，她的伤……药煎好了，我给那姑娘送过去。我不甘心，叔叔为了自己的权势，竟然可以把我一生的幸福给牺牲了。我绝不入宫当什么妃子，我心里只有红影哥哥。对，我这就去折剑山庄，找红影哥哥问个清楚。我要他亲口告诉我，他爱的人是我，他爱的人是我。哎呦，小姑娘，这么晚了，一个人去哪儿啊？你管不着，让开！力气还挺大呀。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，要不要让我们哥俩好好陪陪你呀？让你们陪，再不让开，不要你们好看。不好看。好啊，那你尽管过来呀，尽管来呀。哎呀，放开我！我叫你们放开我！住手！你们这是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哪儿来的臭小子，敢管大爷的闲事儿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上！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红影哥哥，真的是你啊！我找你找得好苦啊！魏姑娘，你认错人了。我没有认错，红影哥哥。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我怎么会认错你呢？你不要赶我走，让我跟你在一起。魏姑娘，你真的认错人了。我不懂，为什么你总是要躲着我？我堂堂一个9000岁的亲侄女，好歹也是一个大家闺秀，跟我在一起。
无论是功名利禄，还是荣华富贵，都只是唾手可得的。你为什么不爱我？为什么不要我？他说的没错，他贵为9000岁的亲侄女，谁要是得到了她，那所有的荣华富贵、功名利禄，都变得唾手可得了。红影哥哥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，绝不让你再离开我，红影哥哥。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魏姑娘，你醒醒！你不要离开我，红影哥哥。他把我当成了叶红影，也许这是我翻身的机会。既然如此，我不如将错就错。大姐姐，你看我爹给我买的花漂亮吗？漂亮。那我把花送给大姐姐，我帮大姐姐把花戴上。不，这花儿戴在丹丹头上，一定会更漂亮的。那大姐姐帮我戴上。好，来，过来。快放下！你们要对我女儿做什么？娘，你怎么了？你干嘛呀？我们也没做什么，只是抱一下，又没想把她抢走。娘子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说过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，伤害丹丹，伤害我们的家。哎呀，这怎么会呢？二位姑娘是我们丹丹的救命恩人，怎么会伤害我们呢？够了，不用再多说了。既然这位姑娘已经醒了，请二位赶紧离开吧。哎，玉莲，走。哎，玉莲。二位姑娘，真是抱歉，我娘子平时不是这样的。方才若有得罪之处，我林墨竹就带娘子给二位姑娘赔罪了。不必多礼，护子心切，我们是可以理解的。请二位放心，我娘子绝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，所以二位尽管在寒舍住下，等这位姑娘的伤势痊愈了，再上路不迟。实不相瞒，我和妹妹还有要事在身，也就不好在这里多做打扰了。你个畜生，趁人之危毁我清白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你受死吧！魏姑娘，魏姑娘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我知道是我不好，是我错了。如果我的死能让你解心头之恨的话，那你动手吧。别以为你摆出哀求的姿态，我就会对你心慈手软。我没期望你能心慈手软，只是在我死之前，我想让你知道，叶红影给不了你的，我能给你。你能给我什么？我全部的爱。谁稀罕你的爱？我知道，在你心里只有我大师兄叶红影，你当然不会稀罕我的爱。
作践你的感情，你不恨他吗？够了，别说了。你看，我没说错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我都知道。你心里恨叶红影，恨不得亲手杀了他，以泄心头之恨，对不对？就算我想杀了他，以你的能力，能帮得了我吗？别说你不是他的对手，就算你真的杀了他，又能怎么样？谁不知道叶红影是你师父战天云最得意的大弟子？他死了，你师父战天云能饶得了你吗？空口说胡话，死到临头你还糊弄我！我现在就要你死！我答应你，替你杀了叶红影，泄你心头之恨。什么？你真的敢答应？你不怕你师父战天云？怕，我当然怕。可就算我再怕，我也会帮你把这件事情办成。只要你能原谅我所犯下的错，只要你能每天开开心心的，我答应你，我会为你做任何事。别说杀一个叶红影，就算比登天还难的事情，我粉身碎骨也一样为你做到。好，我就相信你说的话。只要你真心待我，事成之后，我定会向叔叔说清楚我们的事情。到时候，绝不会亏待你的。多谢姑娘。不过，要想办成这件事情，还请魏姑娘答应姚北一件事。答应你什么？什么？你要我任命江瑶北为锦衣卫千户？没错，厉公公，你堂堂一个东厂司礼监总管，任命一名锦衣卫千户的权利，应该还是有的吧？不错，大小姐。这件事情，我的确可以奏请九千岁恩准此事。不过，这样不明不白的让一个外人出任锦衣卫千户一职，只怕这件事情需当面给九千岁说个缘由。要不这样吧，大小姐随我一同返回京城，亲自给九千岁一个说法。厉公公，你用不着跟我耍心眼儿。你说要当面给我叔叔一个交代是假，你怕得罪了叔叔，想骗我回京城，让我叔叔逼我入宫为妃，才是真的吧？哎呀，大小姐冤枉飞鸾了。是不是冤枉你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不过，我还是可以答应你，随时和你回京。此话当真？大小姐准备何时动身？你先别着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可以答应你和你回京，不过，你必须先命他为锦衣卫千户。大小姐，这太强人所难了吧？厉公公，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知道你有这个权利，而且，我也希望你想清楚，只要你答应我这个条件，我就可以随你回京。俗话说得好，礼尚往来，这很公平，不是吗？可是，这……厉公公，如果我坚持不回京，我叔叔的脾气你是最清楚的。他老人家能饶了你一时，这次可真要多谢魏姑娘了。你用不着谢我，咱们事先约好的事情，该我办的我已经替你办好了，也希望你别忘了你给我的承诺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是，你放心，魏姑娘交代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办妥的。你也看到了，这是从厉公公手中拿来的令牌。有了这块令牌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锦衣卫千户大人了。多谢魏姑娘。二师兄，二师兄，灵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天晚上我就找你，一直找到现在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……你用不着看着我，一个大男人做了亏心事，还不敢承认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二师兄一向光明磊落，他才不会做什么亏心事呢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是不是胡说？你问他自己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灵儿，别胡闹了。
咱们先回家啊。谁胡闹了？我只是不许他这么说你。灵儿，咱们先回家再说啊，听话。这是什么？灵儿，千户大人，二师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有这块令牌呢？灵儿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。不，我要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。哼，江瑶北，你真是个窝囊废。战林姑娘，让我来告诉你吧，你二师兄现在已经是一名锦衣卫的千户大人了。二师兄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灵儿，换个地方，我跟你解释清楚啊！快走。你说清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经过我爹的允许，你就投靠了锦衣卫，还当上了什么千户大人？我自己的未来，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做主，自己决定，自己争取，我没有必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。从小是我爹把你抚养长大的，他拿你当亲生儿子，甚至还把唯一的女儿许配给你。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那又怎么样？他如果真的拿我当亲儿子一样对待，他就应该知道我心里究竟想要什么。从小到大，我对他唯命是从，毕恭毕敬，扪心自问，我不只把他当作亲爹、师傅，他是我的神。那你还说你的事情不需要我爹允许？没错。可他是你师傅啊！我没有这样的师傅。如果他真的把我当亲儿子一样对待，为什么从小到大，他把所有最好的东西全都给了大师兄呢？论武功，大师兄得到了师傅的真传，名满江湖；论功名，带他投奔神机营，当上了千户大人，还成了9000岁的义子，一路上平步青云。而我呢？我得到了什么？我只能一辈子圈在这折剑山庄，老死在这个地方。我不甘心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爹呢？我知道，在我爹心里，无论是对你还是对大师兄，甚至其他任何一位师兄弟，都是一样的。真的会是一样的吗？哼，你也知道，师傅曾经暗示过我，折剑山庄庄主的传人应该是我。可是大师兄一回来，什么都变了。不，我爹不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，他不会变的。如果他不会变，那为什么要把人选的名字写在文书上，藏在匾额的后面，而不敢当众宣布呢？那是因为……那是因为你也知道，那上面的名字是大师兄叶红影，不是我江瑶北。师父怕别人说他出尔反尔，有损他的威名，所以把人选的名字当做一个秘密藏着，不敢告诉任何人。可是我爹也说了，下个月60大寿的时候，他会当众宣布的。到时候各门各派齐聚折剑山庄，他当众宣布，庄主的位置由大师兄来继承，也就等于告诸天下，这武林盟主的位置，也是由他最心爱的大弟子叶红影来继承，正好可以满足了一个做大侠的心愿嘛。之所以他不敢在大寿之前宣布，那他是怕徒弟们对他有怨言，说他偏心大师兄。师兄，这什么呀？哎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大家一起吃。哎，好啊，师兄，我们吃烤番薯吧。哎，不成鸟人，我发现你这个不要脸的功夫一点没丢啊！我这刚烤好一块没吃呢，全分他们了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你没有经过我爹的同意就投靠锦衣卫，就是你的不对。他不止一次的说过，不准门下弟子涉足官场。如果他知道你今天的事，他肯定会大发脾气，说不定还会把你逐出师门的。那为什么大师兄可以？啊？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要功成名就，我要扬名立万，我不能什么都没有。就算你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你还有我。我不要，我要天下第一，我要功成名就。你混蛋！江瑶北。
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。还不赶快去追？难道你不怕他真的告诉他爹你投效了锦衣卫？你不担心战天云把你逐出师门吗？他不会的，我了解灵儿。你真的这么了解他？哦，我忘了，原来她还是你未过门的妻子啊！你怎么知道的？刚才你们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魏姑娘，我跟灵儿的婚事是师父做主的，我跟她只有兄妹之义，绝无儿女之情。魏姑娘，我心里只有你，请你相信我。好啊，让我相信你，你证明给我看。要我怎么证明？杀了他。可是灵儿跟你没有仇，为什么要杀他？因为我想保护你。保护我？什么意思？你想啊，如果战天云的女儿把你当上千户大人的事告诉了他爹，虽然我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，但是你一定很清楚。不会的，灵儿不会这么做的。别把话说得这么肯定。我告诉你，女人是很善变的，就像我。无论过去我多么深爱着叶红影，但是现在我对她只有恨，所以谁也不敢担保你的未婚妻子会不会出卖你。可是我……正好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一石二鸟的妙计，一方面可以解除你的担心，另一方面也可解我心头之恨。什么办法？到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。不过前提是，战天云的女儿必须死。怎么？舍不得了？是你口口声声说你的心里只有我，还亲口告诉我要向我赎罪，弥补我。我……考虑清楚，我和他之间，你只能选择一个。哎，灵儿，啊，我去看看。哎，走了一个，少分一块。灵儿，烤红纸可好吃了，快来一起尝尝。我不想吃。哎哎，怎么了？一脸不高兴的样子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跟二师弟吵架了。别怪大师兄啰嗦，你不要老是耍大小姐脾气啊。什么？你问都不问你就说我耍大小姐脾气？你就知道护着二师兄。我讨厌你，你离我远一点。哎，战姐姐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？马胜飞，他是不是又想把英雄哥哥赶出折剑山庄啊？哎，好，大师兄不对，大师兄错怪你了。哎，大师兄请你喝茶消消气，再慢慢告诉我，你和二师弟到底怎么了？走。哎呀，小少爷，把心放肚子里了。庄主都发话了，咱们在这儿踏踏实实待着，没人敢撵人。是啊，你们就在这儿白吃白喝吧。谁白吃白喝呢？哎呦天哪！那么烫的白薯你不嚼就往下咽啊？放心吧，灵儿，有机会的话我会找二师弟跟他说清楚。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庄主，我有自知之明。你看我现在愣头愣脑的样子，更何况师傅他老人家也不会放心把这么大的折剑山庄交给我呀。可是二师兄现在变得跟另一个人似的，不管我跟他说什么，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啊。别生气了，二师弟一心向上，你应该祝贺他才对，不应该怪他。可是他投靠的是锦衣卫。锦衣卫？什么是锦衣卫啊？投靠锦衣卫不好吗？大师兄，你不知道，我听我爹说过，锦衣卫是专门给朝廷做事的，而且现在朝廷都被那些坏人把持着。那些坏人就是利用锦衣卫去杀那些不愿意归顺他们的好人。爹就是不愿意被利用，所以才辞去了朝廷里的职务，告老还乡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怕二师弟被坏人利用。
然后又怕师傅知道了会惹他老人家生气，所以才不让他去当锦衣卫的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了不让二师兄走错路、做错事，我就不能让他继续再当这个锦衣卫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啊？我决定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爹。哎，糟了，这事绝不能让师傅知道。你告诉师傅，师傅会把二师弟逐出师门的。那怎么办呀？难道你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二师兄去帮那些坏人杀好人吗？哎，你看这样吧，你在这边等我一下，我去把其他的师弟们全都叫来，大家一起想办法，好不好？既然大师兄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听你的。哦，那你等我啊。喂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听见了，后面那几个吧唧嘴呢。大师兄，好像是战姑娘。大师兄，杀人了！是灵儿，我肯定是战姐姐。这是从鸟类会出去。师弟们，别吃了，赶紧过去看看。快，走。灵儿，你醒醒啊！灵儿，告诉我怎么回事啊！灵儿，小师妹，小师妹，怎么会这样？小师妹，谁杀了小师妹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大师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灵儿，你走开！二师弟，大师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，不是我，你们听我说，有什么话，你对师傅去说吧。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师傅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清楚。你还装傻？这里除了你以外，谁都能说清楚。继续说。师傅，当时我和师弟几个在花园里，突然听到大师兄的房间传来小师妹的声音，她喊着：“大师兄杀人了！大师兄杀人了！”我们赶到大师兄的房间里，就看到小师妹她已经死了。除了你们几个，还有谁听到灵儿的叫声？当时除了我们几个，他们也听到了。对，事情的经过确实是这样，可是……好了，不用说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师傅。师傅，现在该你说了，我想听听你怎么说。师傅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我也跟你们一样听到灵儿的叫声，当我赶回房间的时候，发现灵儿已经遇害了。闭嘴！他为什么不喊二师兄杀人，三师兄、四师兄杀人，而只喊你大师兄杀人呢？你怎么解释？你怎么解释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师傅，二师弟，你们该不会认为是我杀的灵儿吧？我要你解释清楚，灵儿怎么会死在你的房间？灵儿在我的房间，那是因为……不，我不能让师傅知道。灵儿告诉我，二师弟投靠了锦衣卫的事，否则只怕师傅会将二师弟逐出师门。我不能说，这个时候绝不能再让师傅受刺激。你无话可说了吧？灵儿的胸口还插着你的佩剑呢，你别狡辩了。师傅，灵儿就是他杀的。可是如果是我杀了灵儿，总该有个理由吧？你们都说灵儿是我的小师妹，我有什么理由要杀她呀？你要理由是吗？好，三师弟已经告诉我了，在事发当时，你追着小师妹，你们发生了争执。哎，马壮士，当时你也看到了，你跟师傅说啊。当时事情是这样的，他们俩人吵挺凶的，他好像推了他一下。哎呀，马少飞，不说话能把你当哑巴卖了吗？不是，这个时候你就别跟着添乱了。走。我走啊！这干什么你？我知道了，以前小师妹三番五次要把你赶出折剑山庄，
你心里肯定不舒服，怀恨在心。这次小师妹什么地方又惹到你了吧？于是你新仇旧恨一起算，就把小师妹给杀了。你太狠心了。小师妹年龄小，脾气大，可她是师傅的心头肉啊！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呢？我没有，师傅，二师弟，我真的没有，你们要相信我。要相信你，可我怎么相信你？人证物证都在，都证明人是你杀的。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也想告诉师傅为什么，我自己也想弄清楚为什么，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。师傅，您不要听他狡辩，请允许徒儿将他绑起来，交到衙门治罪。慢，师傅，事情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，您怎么还对他手下留情啊？灵儿可是死在他的手上，我们要给灵儿讨个公道。不要惊动官府，江湖的事情就以江湖的方式来解决恩怨。倘若红影真是行凶之人，我会在灵儿入关大殓之时亲手取她的性命，血祭灵儿的亡魂。师傅，把她押到房间去，好好盯着她。是。走。站庄主，我求求您放了英雄哥哥吧！您放了他吧！英雄哥哥真的没有杀死战姐姐，我求您放了他好不好？起来，起来，有什么话起来再说。如果你不相信英雄哥哥没杀人的话，我就一直跪着不起来了。孩子，这又何苦呢？站庄主，我常听别人说你战大侠战天云，文武双全，足智多谋。你不会因为现在老了就变得老糊涂了吧？小少爷怎么说话呢？你也不算太老。住嘴！站庄主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您难道就没觉察出英雄哥哥是被人陷害的，他是无辜的吗？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他这样呆头呆脑的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我也宁愿不相信红影杀了灵儿，可是人证物证都指明是他干的，我怎么能不相信呢？你先起来吧。那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你也怀疑这件事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把英雄哥哥送到官府里，让官府的人去处置这件事呢？东厂的太监好像就住在衙门里面，官府被他控制了。如果把红影绑过去，恐怕只有死路一条。哦，大侠哥，你把鸟人关起来是在保护他。实不相瞒，灵儿的死我也觉得疑点重重，所以我想在这一日之内想出个所以然来，证明影儿的清白。大白天的，你约我到这儿来干嘛？不是你跟我说过，事情办成之后约你到这里来，禀明事情的经过吗？交代你的事情办成了，你把叶红颜给杀了。对于一个什么都不记得的人来说，还用得着我出手吗？只要我略施小计，他姓叶的就得给我趴下。别太小看我了。还有，你觉得杀他很难吗？凭我江瑶北的智慧，这不算什么难事。混账！谁让你把他给杀了？放心吧，死的不是你心爱的红影哥哥，是我魏国门的妻子战灵。不过现在折剑山庄上上下下的人都认为凶手是叶红影。那叶红影现在人在哪儿？师父交代了，已经派人把他关起来了。什么？为什么不把叶红影送进官府？战天云果然是条老狐狸，他一定早就打算好了，如果将叶红影送进官府，
必定难逃一死。可是事到如今，战天云还是相信叶红影了。难道他另有打算？不管师傅相不相信他是凶手，还是师傅另有打算，总之叶红影这次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对了，今天约你来，还有另外一件事，不知道魏姑娘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下一步，我要你安排我和叶红影见一面。不管我怎么冥思苦想，还是想不通，到底谁杀了灵儿？灵儿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结怨，可是这个凶手非要置灵儿于死地不可。那，如果您一直想不出来到底是谁杀了战姐姐，您会不会把英雄哥哥一直关在房里呀？当然不会。那您会放了英雄哥哥？如果找不到证据证明他是清白的，1日之后，我还是要他血债血偿。可是，您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您也不相信英雄哥哥杀了人，万一你杀了英雄哥哥，冤枉了好人怎么办啊？可是现在所有的人都认定他是凶手，如果我不秉公办理，今后让我战天云怎么服众啊？那照您的意思是说，要救英雄哥哥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证明他是清白的，证明他没有杀人，对吗？是。我也不希望亲手结束他的性命，我也希望能找到线索，证明红影跟灵儿的命案无关，否则我就要大义灭亲。我不想看到灵儿白白的冤死。好，您等着，我一定想出办法，在1日之内找出英雄哥哥没有杀死战姐姐的证据。